被老二给拦住了。你没事也去劝劝他。轩辕家养了他这么多年，也是该回报家族的时候了。轩辕大盘没想着就此罢休。知道。那老家伙想要收了这一代所有的女娃，你们就这么认了？他是天象境，有他在，就有轩辕家不世威名。他满意了，就还是轩辕家老祖，轩辕家就还有传承。若失义理，何来传承啊？这话谁说的？书里读来的道理。你读书能读出天象境啊，大哥。清风入了老祖房门之后，你们大房一脉就没了依托。你那点人脉，从今以后就交到我的手上吧。我比老二有人情，不会太为难你。你等这一天等了很久吧？别让我为难。你若想不明白，我可以去跟嫂子谈。她那么瞧不上你，这些年过得也是辛苦。其实，读书也能读出天下境。咦，怎么了？有意思。北凉世子，是我。长得确实像，形不过4、5，神似却有8、9。阁下哪位？轩辕敬城。原来是伯父。您不是不会武功吗？怎么还飞过来了？我家有幅画像，你与画上的人相似。我没明白。我家画上那个人，与你确实息息相关，瞧你长相，确有神似之处。您说的是谁？
看世姊妹语间，有王妃当年的风姿。闭嘴！二叔把下山所有的路都封死了。他们要把你献给老祖，怎么会让你下山？爹说的那些话，我本来还将信将疑，现在看来竟然都是真的。娘，你有下山的法子吗？我要是有法子，早就走。所以什么办法都没有了？北凉世子送你回山的。您的意思是，走徐凤年的路子？轩辕家的事他怎么管？他要是不想管，又怎么会送你这一程？根本没办法下山，我怎么求他呀？不帮你哥，不要，你大叔没想打仗。你怎么知道？是这么知道的。不打了。原来剑神的两袖青蛇已经有了传人。被这小子用得一塌糊涂。骨子里是对的，世子心性耕耘乃是一时之选，假以时日，必定传承剑神的衣钵。哎，根骨比不过这小子。天生的金刚镜，非凡人能比呀。既然不是来打架的，就少说我娘闲话。不是闲话，是实话。你和你娘确实长得像。长得像跟你家画像有什么关系？不瞒你说，我家里那幅画像，画的就是你的母亲。你见过我娘？卓金见过，是他画的。等等，你家夫人怎么还给我娘画了画像啊？卓金当年与北凉王妃相遇时，可她做的是男装打扮。一直都不知道。等知道的时候，卓金已经对王妃情根深重了。可那已经知道不可能了呀。所以他将记忆里的人给画了下来。对他来说，他想留下的，只是记忆里让他心动的那个少年剑侠。所以他一直喜欢的，都只是画中人。你想干嘛？轩辕大盘要和清风双修。轩辕大盘多大年纪了？已经100岁。他还要不要脸了？这事要传出去，有多少人看轩辕家笑话？轩辕大盘是天象教，谁敢笑话？只要武功高，就不必在乎礼义廉耻。可不就是这个道理？
所以呢？你能不能下山，帮我给徐丰年带个话？不能。我还没说内容。就算北凉对轩辕家有兴趣，为什么一定要找你？徐家可以直接找你二叔、三叔谈。徐丰年真的会为了你，去得罪一位天象境大高手？你只有一条路，连夜和我成亲，让我入赘轩辕。你一直等着这一天。如今灰山上，除了我，谁敢娶你？过了今晚，再没机会了。好，拜堂。晚上，这会儿会被人拦着。这轩辕大盘是想让轩辕一族的后代都变成自己的血脉，所以他想要的还不仅仅是你女儿。这种家伙也是天象境大高手，武功境界跟人品没关系。庆城先生，你这次过来，不会是特地找我们说自家这点破事儿吧？我要杀了轩辕大盘，他可是天象境。20余年，我已经学尽了温鼎阁的秘籍功法。你有把握杀他？再等5年，我能杀他。可是已经没有时间了。这一战，无论胜败，我是活不成了。我不畏生死，但是心中终有挂念。你的妻女。我死之后，妻女下场如何，不得而知。幸好世子来了，天底下只有世子能救得了他们母女。我为何要救？轩辕大盘死后，我女儿将会接掌徽山，可她太年轻，需要时间扎稳根基。这段时间，世子可将清风作为牵线傀儡，掌控轩辕一族。从此以后，徽山一脉尽在北凉掌中。谁说北凉要徽商了？世子有什么顾虑吗？你还有2个弟弟，尤其是这个轩辕敬轩，掌控徽山多年，你女儿无依无靠的，就算有我撑腰，也未必斗得过他们。也有道理。哎呀，你们说了半天，我都听明白了。你不想把你女儿献给轩辕大盘，那用不着打打杀杀呀。你把女儿接上山来，嫁给世子，那不两全其美吗？是不是啊？轩辕大盘想要的，就没有得不到的。清风嫁不嫁人，他无所谓。要不这样，你们全家都投奔我们龙虎，咱们是邻居，相互搭把手，帮个忙也方便，不是吗？龙虎山不行。怎么不行啊？我们龙虎出手，定能保你女儿安全。龙虎离徽山太近了，你们插手，轩辕家再无出头之日。就只有北凉？只有北凉。那你那2个弟弟怎么办？我先杀了轩辕敬轩。什么时候？这就上山。1个时辰之后，我将登上孤牛大港，和轩辕大盘决一死战。轩辕进城，请北凉世子观战。我若不去呢？世子就是轩辕家的命数。这要真是有诚意啊，
就应该把轩辕清风带过来当人质。哪有这么好的事儿？这家伙就是甩了个鱼饵过来。徐凤年终究是北凉世子，只要他在1个时辰之内登上灰山，就等于宣告天下，插手轩辕家族之变。等到时候要再想后退一步，可就难了。可是轩辕家族不和，这也是真的呀。何不静眼旁观，等有了结果再做打算？1个时辰之内我不上山，就错失了掌控轩辕的机会。上山有风险，不上怕遗憾。黄毛儿，你觉得我应不应该上山？哥想不想上山？想啊。其实灰山之行早就在我计划之中，如今轩辕大乱，更想亲眼看看。想就去啊。说得好，想就去。上山。世子，这碗可是惯例的，1个2文钱。娘，今晚我就成亲。你无路可走，大不了我一死了之。你舍得死吗？三叔，求您给我留条活路吧。你跟着老祖，高深武艺随你挑选。但我不愿意。谁让你生在轩辕家？嫂子，你可知道我大哥去哪儿了？他去哪儿与我何干？这些年啊，让你跟着大哥，真是委屈你了。我的这份心思，嫂子应该知道。三叔你，我那书呆子大哥哪懂得女人的心思啊？人心一生寂寞，我说的对吧，嫂子？放手！大人的事你别管。放开我娘！你别动他！世子，轩辕家门客众多，既然要上山，要不要把凤子营带上？我游览灰山，不管结果如何，都还要退路。要是把凤子营带上，性质就不同了。那怎么不让小王爷跟着？真动起手来，怕他收不住。明了没？你觉得要踏平这座山，需要多少人？已经足够了。长幼尊卑，以后可得记住了。嫂子，咱们聊咱们的。你想清楚后果。老祖宗传话，明日起，轩辕家主的位置就正式托付给我。从今往后，我不用在乎后果。走。这时候走，还有什么资格管你叫娘？你要是再动手，我就打折你的手脚，亲自把你送到老祖宗房里。何苦呢？等等！我若不死，必将杀你。轩，大哥，你从小性子就着急了一点儿，有些事未到尘埃落定，就先别着急下定论。等什么尘埃啊？等你吗？轩辕大盘赐你丹药了，你怎么知道？我瞧得出来。老祖宗赐我丹药填充气海，如今我也是指玄境，也算是有资格做轩辕家主了。这般拔苗助长，实属无根之木，对武道长远有害无益的。那我还得谢谢你提醒啊！这般着急，会毁了轩辕家的。
那要怎样啊？景轩，你现在离开辉山，退出家族，我留你性命。这么多年，你连这个院子都不敢进，我就是当着你的面，打断了你女儿的手脚，再要了嫂子，你能怎么样啊？黑山上下，家族内外都脏透了，这雨下的也算是及时，正好洗得干净。我看你是彻底疯了，你居然敢！这个家族是改变了。二爷，有人看到三爷去了大房院子，起了争执。无可救药，眼里就只有这点破事儿。去看一眼。二爷，二爷，北凉世子徐丰年正在上山，巡山的门客请示，拦不拦？召集门客。是。原来你会瞒了我们这么多年。没瞒过，是你们看我只念书，就认定我是个废物。读书就能读出真气内力，差不多吧。终于要出手了，不破不立。辉山已经被轩辕大盘带上了一条岔路，今天就由我来拨乱反正，重归正途。好大的口气！论武学，你跟金玉加在一起都比不上我。那就把你的天赋拿出来瞧瞧。你是指玄，我便以指玄镜杀你。这怎么可能？空有功夫缺了心劲，枉费了这拔苗助长的指玄镜。景轩，你刚才这一掌还比不过北凉世子那一刀惊艳。东老大哥，我去和老祖禀报，轩辕家说应该是你。我会杀了轩辕大盘的，家族复兴得留几条性命。我给过你选择。东老大哥，我错了，大哥。我去和老祖禀报，轩辕家属应该是你，轩辕家属应该是你。死了。
好汹涌的江湖啊！自此而上，便是我轩辕家私宅。敢问世子因何上山？这儿离那老头的贼窝还有多远？不算太远，再往上走就是古牛架，那处有块平地，是为大雪坪，轩辕大盘就在那里。就瞧瞧这古牛将大雪坪的风景。李淳刚，世子，这是要马踏灰山吗？你看我带马了吗？古牛将，乃我轩辕一族老祖所在，不容外人涉足。下雨了。什么？有伞吗？借来用用。每年酿的一坛当归酒送过来，当真一口都没喝。忍到现在才敢出手。这酒确实不错，可以尝一尝。不是不敢，家族确实亏欠了轩辕大盘。本来这个老祖算是镇住了回山，可没想到他竟动了这样的心思。怎么？小人只是来通传消息，徐凤年已经到达山门，二爷率领众门客正在与其僵持。来了就好，你去吧。是。你把徐凤年带到古牛将，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了。徐凤年要对轩辕大盘下手。清风，以后你娘就交给你照顾了。轩辕进城，你去哪里？古牛将，大雪坪，圣人有云：一屋不扫，何以扫天下？这陈年旧物，是应该要扫一扫了。您要动手，他是天象境。管他什么境，谁都不许动我女儿。这辈子娶你，我不后悔。伞可以给世子，还请世子返身下山。我今日要是想看风景，就必须看到。麻烦让路。这儿不是北凉，拦住！爹要跟天象境动手，徐凤年又怎么会上山？自然是为你请上山的。为我？轩辕大盘如果死了，凭你个人之力，无法接掌回山。前提是轩辕大盘死了。他若未死，你可以跟徐凤年下山。我要带他上古牛将。娘，您不上古牛将吗？不去了。万一爹真的杀了轩辕大盘，您不想亲眼看看吗？你忙你的吧，娘想一个人静一静。
人生当苦无妨，良人当归即好。我家世子要上山，烦请让路。我家世子要上山，烦请让路。你不出手吗？这小子想看风景，干我何事？我干嘛帮他？世子得罪了，停手！让他上山。这儿还轮不到你来决定。老祖下令，让徐凤年登古牛将。老祖让他上去。这种事儿我怎敢凭二说？让开！我来带路。走。终于走到这个地方了。轩辕进城，请老祖宗现身。轩辕大盘不知道我要上山吧？临时扯的谎。如果轩辕大盘死了，这谎就没人知道。那他要是没死呢？那就什么都结束了，谁还会在乎一句谎话的？哎，老头，哎，你觉得他身段好吗？好身养，比你强。有什么了不起？我还在长身体。没事，徐凤年不在乎。谁要他在乎啊？这么多年，倒是小瞧你了，是为你女儿来的。轩辕家近100年威望，全依仗老祖宗支撑。我代表轩辕一族，谢过老祖。你女儿就是谢礼。然而这条路走错了，错又怎样？轩辕进城求战。进城读书可曾读到天地共鸣？你可知到哪一步才算是天象经？是否天象，一试便知。我倒要看看你能否熬过半招。跟谁动手？开始了，你觉得谁能赢？我当然希望我爹赢，但轩辕大盘是天象境高手，诸般武学无不精通，要赢他，谈何容易？我愿只身探昆仑。
象镜真能凭心意改天象？只是凑巧撞上打雷天而已。要真能呼风唤雨，这天下就没旱灾涝灾了。反正我也不懂，前辈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三爷死了，是轩辕剑城所杀。胡说八道！那书呆子人呢？上大雪平了。不可能！李前辈，这轩辕大盘到底什么水准？当年窦建他输了，这以后我就不知道了。瞧着比当年长进了。那他爹呢？他爹山下瞧见，还不是天象星。那岂不是输定了？境界未必能决定一切。轩辕大盘跟王仙芝都是天降境，人家一只手都能打赢的。那您呢？我一只手也行。这就是你的极限了吧？气行逆海，这一战，无论结果如何，你都已是必死之身了。还请老祖陪我同去。就凭你这投机取巧堆出来的天象镜，这怎么变3道了？快有结果了！生死胜败就在眼前了。真的是他！这是要停了！老祖小心！成了！你不惜性命全力一击，又可曾伤得了我？
也来了，正好。等杀了他之后，再与剑神一战。既然天象境杀不了你，那么就再上一层。天象境再上一层，便是陆地神仙。连王先知都没到这境界，你怎上得了这一层？老祖，可曾听说过昙花？初开便败，刹那芳华。神仙，这境界说上就上吗？哎，他这是用自身气血为星柴，燃起星火，登临绝境。可就像他自己说的，初开便败，他的性命也到了最后一刻。这不可能，就算是不惜性命，也不可能真的达到陆地神仙之境啊！从善如登。虽难可达昆仑，老祖宗真的应该读一读那些被你视为无用的书。若不能明了事理天心，你一辈子都不能登临此境。你也配合我讲大道理？老祖还有什么遗言留给惠山？就算你现在是陆地神仙，又能活多久？只要我全力躲闪，你又怎么能杀我？到头来，还是我亲眼看着你不甘而亡。打不过就躲，这也太不要脸了吧！这是知进退。要是换做您呢？用剑之人，只进不退。这也行，还是用了天使。若真是陆地神仙，靠自身就能杀的，已经很了不起。你现在还能活多久啊？爹，等，我可以让青松做家主，我可以发誓永远不碰的。请老祖升天。
老主离世，家族不可一日无主，如山重担，只有我来承担。来人，将这谋逆者的女儿拿下！等等！北凉徐凤年，愿借天意，主掌轩辕。抬走。是。夫人，轩辕大盘死了。他什么结果？大公子他以一己之力搏杀老魔头，同归于尽了。你是来投靠的？大公子说，他若战死，这锦囊交于夫人。世子，这是辉山，不是北凉。轩辕敬城欺师灭祖，罪不容恕。他的女儿怎能执掌辉山？就算撇开这不说，家族的诸般事宜，向来都是由我和老三共同打理，千头万绪，他如何接手？就算他站上了高位，族人又有几人信服？世子身份尊贵，有您在，自然能压得住一切波澜。可您又能守在辉山多久？他说的挺有道理啊。若我做了家主，也愿与北凉结为同盟。至于我这侄女，可以赠与世子。你家长辈都挺不要脸的啊。我二叔心性桀骜，如今轩辕大盘已死，我爹和三叔爷也离世，再也没人能压住他的野心。北凉与辉山相隔甚远，他一定会甩脱北凉控制，甚至会反身咬上一口。这样的盟友，你敢要吗？哼，你又能好到哪里去啊？他问你话呢。哎呀，这话不好回答呀。怎么说？这丫头要是说忠于北凉，轩辕家会不满；要说一心为家族，那徐凤年干嘛帮他？那不是选什么都错。
殿下也该想想，有朝一日，陆国和徐凤年，你们会怎么选？齐赵叔叔，华莺莺，别人听不见。你也听见了。好不容易找到你，曹长青能放心吗？这一路他都在。我轩辕清风发誓，若我执掌轩辕，必定竭尽所能，振兴家族，让轩辕家屹立不摇。大话谁都会说，你凭什么做到？我为家主后，问鼎阁将为全族开放，即便是门客也可入内研习武学。真的是清风作为家主，我们真的可以去看吗？我们也能研习武学啊！振兴家族，只怕家族成了别人爪牙。如今轩辕大盘已死，辉山孤立无援，此时依附北凉，也可保轩辕家平安。但我于此发誓，轩辕不会永远做别人棋子。等下一代天象镜出现之前，轩辕家将会全力配合北凉行事。那要是有了新的天象镜呢？有了天象镜，条件再谈。实在。轩辕家主之位，可不是二位这么说话就能定的。到头来，还是要看家族中人心中意愿。诸位，若轩辕家由这么一位黄毛丫头来做主，岂不成了天下人的笑话？请各位扪心自问，谁更适合接掌轩辕？这还用选吗？长幼尊卑，常为一族之本。说得好，长幼尊卑。清风啊，你且听听，这才是人心所向。呀！要是说长幼尊卑，大公子才是嫡子长孙，大小姐名正言顺，正该是轩辕之主。轩辕敬义身死，恭请大小姐执掌轩辕。恭请大小姐执掌轩辕，恭请大小姐执掌轩辕。不是我，还能有谁？你爹不简单啊！雨停了，天变了。你刚才说什么了？你没听清吗？轩辕镜城和轩辕大盘同归于尽。
轩辕清风将要执掌轩辕，你觉得他会怎么对你？不可能。相不相信都可以，可留给你做决定的时间不多了。厚葬二叔，大小姐放心，拿下袁庭山。是。父，是。相信吗？为什么来通知我？帮你啊！为什么帮我？徐凤年夺你机缘，恨不恨他？不如一起杀他。我不是傻子。嘿，你想要绝学，我能给你；你想要前程，我也能给你。人走了，走。反正你也无路可走，跟我过江吧。有惊喜给你。都起来吧。我说话算话。从今后，轩辕族人皆可进问鼎阁研习武学。门客凡有功绩者，亦可入内。这下好，你真不怕将来有天才横空出世，鸠占鹊巢？非常时期，非常手段。我既然做了，就敢面对任何结果。有几分家主风范？先生是？哦，贱民不足挂齿。在下当年犯错，连累家人，是敬成兄救我全家性命，如此恩情，自当回报。我爹给我的。是。我也有。敬成兄说，轩辕大凡死后，若世子雪中送炭，这锦囊便交于世子。神机妙算啊！你不打开？世子还未回答，您想要什么？人多眼杂，要不单独聊？小姑娘，赏花呀？甜的。什么？我说这花里有蜜，尝起来是甜的。
我小时候嘴馋就总摘了吃。人家姑娘家都赏花惜花，你就想着吃。我命苦，就爱甜。是甜，哎，我爹最爱读书，这是他常坐的位子。他看书累了，就总爱望着这边的窗外。好像也没什么呀。是啊，这窗外不平江，无山色，也不知道他天天看的是什么。他心里想的，我从未明白过。做爹的都是这个样子的，什么都自己安排，自己扛着，又不愿意说。大概是这样吧。写的什么？门客族人的性格喜好、生平际遇，大概是来把握人心的。大概准备了很久。徐凤年若贪念无穷，切勿相争，可投龙虎山。从此今明，你娘若不愿上坟，不必勉强。不能相濡以沫，便江湖相忘，一时幸事。打你出生，爹在桂花树下埋下一坛酒，1年1坛，至此23坛矣。私下取名女儿红，可好？莫怪爹唠叨，这些年，爹每年和你说话不过5、6句，心里攒了好些闲话，却不知从何说起。清风，爹最可惜的是瞧不见你成家生子。若有将来，孙子叫扶摇，孙女叫雅颂，可好？他们想学文就学文，想习武便习武，人生苦短，糊糊涂涂过一辈子就很好，总好过爹这样一生求而不得，愿憎相会。怕你生厌，不再多说。祝我玉岁安好，无病无灾。我明白了。从这窗外看过去，什么都没有，但一直往下去的方向，就是我和我娘的院子。给世子留的什么？
你这个爹呀！辉山没落，世子若想取而代之，只求留小女一条性命。轩辕大盘府内奇珍秘籍，尽献世子。大雪屏上便是轩辕大盘的住处，世子可自便。我不要回山财宝，也不要轩辕绝学。那就是要我。门外青鸟，论相貌不输于你，5亿远在你之上。虽然话不多，但是知情识趣，才智双绝。像这样的丫鬟，小爷我府上还有6、7个，我要你干嘛？那请问世子，究竟想从轩辕家得到什么？你等我一下。真甜。多吃点。这个，陈娘儿，来点。好东西。这个，干嘛？有事。您这是采蜜呢？挺甜的。前辈，您好歹是个剑神，别什么东西都往嘴里塞。来点吧。哎，来点吧。别客气，来点。我家丫鬟。不瞒你说，西楚公主。别瞎说。你想要人家帮忙，你的身份瞒不住。亡国公主，怎么帮？这几日她就要回西蜀，千里路遥，最快最安全的走法，就是走水路。把她安全送到，就是要你帮的第一个忙。我自己能走。曹长青虽然武功高，但终究不会照顾人。有他们家的船，你路上安心些。官子无敌曹长青，世子这是敲打我呢。聪明人，不用兜售船。世子只伞镇辉山，就是为了身边人，够用心的。没办法，我家丫头还欠我钱，不能出事儿。谁欠你钱了？这么多年吃喝不花钱吗？那你列个明细，我有钱还你。得算利息。不管你怎么算，我都认。北凉世子，西楚公主，这谁能想到？想到什么？没什么。世子何时用船？开口便是。等我下了龙虎山，就该走了。你还要登龙虎山？你是嫌自己命太长了吗？真要杀，我绕着走也要杀的。那就一言为定。世子还有什么要求？确实还有一件事儿，也要轩辕家帮忙，也是用船。又送人？不，这次是接人。哪位？不止一人，不止一处，会比较麻烦。天下水陆皆有轩辕，不管接谁，世子尽管开口。时机到了才能告知。怕我泄密？我准备的事儿，谋划太久，牵涉太广，只能放在这里。